約翰福音第12章。逾越節前6日，耶穌來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。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。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。瑪利亞就拿着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，抹耶穌的腳，又用自己頭髮去擦。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。有一個門徒，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，說：這香膏為什麼不賣30兩銀子周濟窮人呢？他說這話，並不是掛念窮人，乃因他是個賊，又帶着錢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穌說：由他吧，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，就來了，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，也是要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長商議，連拉撒路也要殺了，因有好些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回去信了耶穌。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，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說：和散那，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，是應當稱頌的。耶穌得了一個驢駒，就騎上。如經上所記的說：錫安的民哪，文原文作女子，不要懼怕，你的王騎着驢駒來了。這些事門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，才想起這話是指着他寫的，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。當耶穌呼喚拉撒路，叫他從死復活出墳墓的時候，同耶穌在那裏的眾人就作見證。眾人因聽見耶穌行了這神蹟，就去迎接他。法利賽人彼此說：看哪，你們是徒勞無益，世人都隨從他去了。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利尼人，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，求他說：先生，我們願意見耶穌。腓力去告訴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。耶穌說：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。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愛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喪生命；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當跟從我。我在哪裏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裏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現在心裏憂愁，我說什麼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脫離這時候！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。父啊，願你榮耀你的名。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：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，還要再榮耀。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，就說：打雷了。還有人說，有天使對他說話。耶穌說：這聲音不是為我，是為你們來的。現在這世界受審判，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。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。耶穌這話原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。眾人回答說：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？這人子是誰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，應當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臨到你們。那在黑暗裏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處去。你們應當趁着有光，順從這光，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。耶穌說了這話，就離開他們，隱藏了。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，他們還是不信他。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，說：主啊，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？
主的膀臂向誰顯露呢？他們所以不能信，因為以賽亞又說：主叫他們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們眼睛看見，心裡明白，回轉過來，我就醫治他們。以賽亞因為看見他的榮耀，就指着他說這話。雖然如此，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，就不承認，恐怕被趕出會堂。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。耶穌大聲說：信我的，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來的。人看見我，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。我到世上來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。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，我不審判他。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，有審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講的道，在末日要審判他。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講，唯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，叫我說什麼，講什麼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講的話，正是照着父對我所說的。